你是否曾經想過，為什麼中國的富人總是像隱形富豪一樣？儘管他們擁有無盡的財富，但卻總是活在對未來的不確定中。今天，我將會帶你探索中國富人的內心世界，展述他們為什麼要出海，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和第二家族基地。中國的高淨值人士，例如彭先生，他們在資產高峰期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，這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。進入2020年代後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同時，美元升值與國際利率變化，使得全球資產配置不再只是避險問題，而是收益結構重建問題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中國實行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，個人與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皆需符合嚴格的審批與報告機制。在企業層面，資金出境需經外匯管理局 SAFE 與商務部核准，涉及真實貿易背景、投資審查以及外匯結算規範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人出海的內幕和實際操作中的困境，那麼請務必關注我的頻道。富過三代，我會在未來的視頻中為你揭曉更多相關的內容，別忘了點擊訂閱和通知鈴，讓你能夠第一時間了解中國富人的最新動態和出海策略。感謝你的收看。